立自己的化妆品品牌。这边有非常良好的师资，它一定能成就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就是继续往上升学，那育婴医专有非常完整的升学管道，希望可以晋升到硕博士，争取在化妆品领域上面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。我的梦想是成为国际彩妆师，专业、青春、梦想，这边就是你的舞台。加入育婴医专，成就你的未来。欢迎加入育婴医专专管科。